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21章祭司洁净的条例。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宣布：人民的中间若有人死，祭司毋通因为伊拍拉惨家己，只有通为着家己的爸母、囝、查某囝、兄弟以及还未出嫁的在媳女、姊妹，才会骨肉至亲，摸因的尸体来拍拉惨家己。祭司若已经结婚，毋通因为某的后头厝有人死来拍拉惨家己，互家己无清气。祭司毋通头壳剃光光，毋通收喙鬚，毋通挂伤家己的身躯，着圣化归上帝，毋通亵渎上帝的名，因为因用血烧食物献互上主因的上帝，所以因着诚做圣。毋通娶做妓女拍拉惨家己的妇人人，毋通娶离婚过的妇人人，因为祭司已经圣化归上帝。人民着看祭司做圣，因为奉献互恁的上帝的食物是因献的。我是甲恁分别做圣的上主，是圣。恁着看祭司做圣。祭司的查某囝若做妓女拍拉惨家己，是侮辱伊的老爸，就用火甲伊烧死。伫兄弟的中间做大祭司的，是受抹油设立，穿礼服，担当圣职，毋通甲头毛拍散，嘛毋通拆里衫，毋通挖棍尸体，甚至家己的爸母死，嘛毋通棍挖来拍拉惨家己，毋通离开圣所去参加丧礼，才免亵渎上帝的圣所。因为伊的身躯有上帝抹油设立的记号。我是上主，伊着娶在媳女做某，毋通娶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人，也是做妓女拍拉惨家己的妇人人，只有通娶本族的在媳女，才免伊的后代伫人民的中间受侮辱。因为我是甲伊分别做圣的上主。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讲：你逐世代的子孙，身体有缺陷的，拢毋通进前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身体有缺陷，无论是失明、骹歹、肋片、畸形、长骹长手、稳固、矮人、目睭有毛病、生癣、生疮，也是烂骨受伤，即款人拢毋通来到上帝面前献祭。这是阿伦的后代，身躯有缺陷的，拢毋通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，因为伊有下厨，袂用得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献互上帝的食物，无论是至圣的，也是圣的，伊拢通食。因为伊有缺陷，所以毋通来到场里前，嘛毋通挖棍祭坛，才免亵渎我的圣所。我是甲因分别做圣的上主。摩西就照安尼对阿伦甲伊遐个囝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。